係西藏。大家好呀，我係 Sylvia， 歡迎嚟到西藏之旅 EP2。第一集我哋啱啱到拉薩適應高原，之後去咗丹良沙丘、索松村、色季拉山口、魯朗林海，最後喺林芝過夜。今日第二集由林芝出發去更多靚景。如果你鍾意我同屋企人嘅西藏自由行，記得由而家 like 同 subscribe 我啦，撳埋個鐘仔，咁之後每集都唔會錯過呀。好啦，一齊出發，扎西德勒。第4日我哋由林芝出發，前一晚落咗雪，沿途白茫茫一片，超靚。第一站去卡定溝，又叫卡定天佛瀑布景區，呢度海拔大約2900米，係花崗岩峽谷，有落差200米嘅天佛瀑布，水聲好震撼。岩壁上面仲有天然形成嘅彌勒佛、觀音、護法、神像同六字真言，好似大自然畫出嚟嘅藏傳佛教景觀，好有靈氣。之後去巴松措湖心島，湖水係 Tiffany blue 色，好靚好靚。嗰時落咗陣微微雨，好彩冇大雨，我哋唔使擔遮，繼續影靚相。湖心島有千年古寺扎西島，可以俾錢搭小船遊湖，但我哋冇，沿住浮橋行過去影相，好值得嚟。之後我哋經米拉山隧道返拉薩休息，今晚入住拉薩春秋富養酒店，每晚參考價大約人民幣350到450蚊起，全間房24小時醫用級供氧，全屋地暖，有加濕機，位置好方便，步行大約10分鐘就到布達拉宮同八廓街。我哋預訂咗2個房型，一間標準大床房同星級家庭房，前台比想象中簡約，不過嗰晚整體住宿體驗一般，房間較熱，但如果想近布達拉宮嘅朋友都可以考慮。夜晚我哋去咗藏御食犛牛肉火鍋，呢間餐廳裝修好有藏式 feel， 位置超近布達拉宮，窗邊大玻璃可以直接影布達拉宮夜景打卡。我哋好彩，冇訂位都有靚位。食物主打藏式魚湯鍋，幾新鮮又唔膩，整體環境同打卡價值高，我非常推薦想一邊食一邊影布達拉宮嘅朋友，人均大約人民幣100蚊。我哋仲外賣試咗霸王茶姬內地爆紅茶飲，不過口味對我嚟講唔係太驚艷，我都係鍾意飲喜茶多啲。嚟到第5日，第一站去羊卓雍措，西藏3大聖湖之一，藏語意思係上部牧場碧玉湖，形狀似珊瑚枝，湖水嘅顏色會隨住光線變藍同綠，有石碑、電單車打卡位，有人唱歌，仲有餐廳，行高少少可以影到五彩經幡。我哋司機小海仲用咗相機幫我哋影靚相，同無人機幫我哋拍片，好值得嚟，亦都多謝小海。之後去卡若拉冰川，海拔5020米，冰川震撼，要排隊影相，沿路見到可愛羊仔。影完我哋再去滿拉水庫，被譽為藏地綠寶石，水庫嘅碧綠湖水同埋周圍嘅斯米拉山相映，景色壯麗，係去羊卓雍措途中著名嘅風景打卡點。途中仲見到好多牛添。今晚我哋係日客則過夜，入住維也納國際酒店，每晚參考價錢大約人民幣250到350蚊起，房間大乾淨，設施齊全。日客則酒店選擇唔多，呢間整體評分算高，我哋都住得舒服。夜晚我哋食咗解氏四海香蟹，美團上面有4.9分。我爸爸鍾意食蟹，細佬又鍾意食海鮮，見評分高就決定要嚟食海鮮，新鮮空運香辣蟹，我哋都覺得唔錯，人均大約人民幣120蚊。之後就返酒店休息，為聽日珠峰大本營儲力。我哋終於去最期待嘅珠穆朗瑪峰大本營，先沿318國道見到5000公里紀念碑，再經過加烏拉山口，被譽為世界上最靚嘅觀景台，係前往珠穆朗瑪峰大本營嘅必經隘口。司機只可以送我哋到景區環保車換乘中心，我哋轉坐大巴，約30到40分鐘車程，先上到大本營。上到大本營有好多個帳篷，同時係我哋今個旅程海拔最高嘅地方。我哋揀咗珠峰大本營精英聚集站入住，環境有暖氣同供氧，雖然簡單但乾淨，老闆服務好好。入住之後，我哋出去行下，影咗珠峰碑留念。差唔多日落嘅時候，一齊行過去影珠峰，好多人一齊行一條長路去影日照金山嘅珠峰，好有氣氛。晚飯我哋喺帳篷入面打邊爐，只係簡單嘅牛肉、麵條同埋青菜，但喺高原上面圍住爐食飯，已經係一種好特別嘅體驗。
食飽之後，大家走去帳篷外面嘅廣場參加今晚嘅 Disco Night。雖然大家都唔識大家，但幾十個人圍埋一齊唱歌跳舞，喺5300米高海拔，雖然空氣好稀薄，又凍到爆，但嗰份熱鬧同開心，好似完全唔記得咗有幾凍。夜晚出帳篷抬頭望，成個天都係星星，可惜當晚冇極光，見到就發達啦。點知到咗要瞓覺嘅時候就出事啦。可能日頭俾風吹得太凍，我開始有嚴重嘅高原反應，呼吸好困難，完全瞓唔到，好驚瞓瞓下唞唔到氣，就算帶咗吸氧機都覺得好窒息，辛苦到喊咗出嚟。帳篷入面嗰張床好似有凍風，一直吹到個頭，成晚都好唔舒服。第二朝我嘔咗3次，先至慢慢舒服返。雖然嗰晚好煎熬，但係呢個經歷真係我畢生難忘。第4日到第6日，我哋由林芝嘅雪景玩起，一路去到巴松措，再轉戰羊卓雍措，同埋最終到達珠峰大本營。呢幾日高反一直都係旅程嘅一部分，有時頭痛，有時氣促，但大家都咬緊牙關頂住，因為西藏嘅景色實在太震撼啦。雖然一路上高反折磨人，但係正正因為有呢啲挑戰，先令呢段旅程更加難忘。西藏真係值得每一個人嚟一次。想知下一集我哋去那根拉、納木措、布達拉宮同更多西藏體驗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撳埋個鐘仔，留言話俾我知，你最想睇邊個景點啊？下一集見，澤西德啦。